祝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伫圣诞佳节的主日礼拜，我甲大声甲大家圣诞恭喜，圣诞快乐。感觉圣诞有快乐的人举手。好，多谢。请问你快乐什么？佛法为着什么咧快乐？若是主日的学生囡仔，圣诞节上快乐。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那每到圣诞节11月、12月的时阵，就足欢喜咧等。圣诞节快到了，要表演，要领礼物，啊，摕到迄个礼物的时，不管迄个礼物是今仔日来看是普通人尔，总是迄个欢喜快乐的心情，比赢子救主圣诞，佫超过几来10倍、几来100倍。今仔咱大家咧欢喜庆祝救主圣诞，请问你咧欢喜什么？哦，圣诞恭喜，圣诞恭喜，圣诞快乐，快乐什么？你知影无？你是咧快乐什么？对人快乐诶，对人讲诶，凊彩讲诶。是安尼吗？你对救主圣诞的意义到底捌偌济？咱若毋知影，咱过了圣诞节就无意义啊啦，无意义啊啦。有人请咱去食饭，啊，咱拢无问讲到底是啥物食饭，啊去食了后，啊讲这是谁请的？毋知咧。啊，哪会来食饭嘛毋知咧。尾下才知影讲是送状咧食饭的啦，毋是娶新娘，嘛毋是要选举，嘛毋是要入厝。咱若毋知影迄个意义，毋知影咧过年过节的意思，来过即个圣诞节，意义就完全拢无。每一遍来到圣诞节来，带互大家无限的欢乐。啊，毋若干那咱教会内面，基督徒互相请安、快乐、恭喜。会当阵像讲10月、11月开始，教会就开始陆续热闹起来。哦，闹热滚滚。我拄仔看到咱教会布置甲诚水，外口灯，迄细粒灯当，啊，咱拢闹热滚滚，咱咧迎子救主圣诞，这是教会内部。但是，毋是教会在。非基督徒呢，无信主的人伊嘛咧迎接圣诞节呢，有真济商店，安尼讲迄个营业场所，因拢闹热滚滚呢。凡说因迄个欢喜庆祝圣诞的气氛哦，有超过咱，无较输咱，是毋是安尼？你若去到伫西门町，去到逐所在，金戈杯，金戈杯，金戈欧罗杯吼，哦，西人来，哦，人来，哦，啥歌就点到咱教会，今礼拜日才听有尔，可能是无听着。啊，人因咧逐工咧唱，逐工咧听，啊，礼拜日，我毋知啊。外口庆祝圣诞有超过咱，无比咱较少。那到底圣诞节意义是啥物？会使讲今仔日圣诞节已经诚做普天同庆啊啦，吼，咱用即4字来讲就讲普天同庆，不管你基督徒也好，非基督徒也好，大家拢咧庆祝圣诞节。希望咱的政府直直咧强调讲，不是圣诞节是耶诞节，不管你名安怎改，总是圣诞节就是了。圣诞节主要角色是啥人？圣诞节主要主人是啥？迄个主角是啥？耶稣，耶稣，这个耶稣伊的出世，带予大家真大的改变。因为耶稣的出世，互世界伫遐真大的改变。所以奇怪，这个耶稣是甚物特定人物？伊也毋是3头6臂，伊嘛毋是甚物有真赫赫有名的这个家世，也是讲有甚物大武力功夫，
是一个真平凡、目光的人啊，约瑟的细囝。伊出世就是伫个犹太伯利恒的马条的马座。伊大汉成长的所在是拿撒勒。拿撒勒算做啥物？若要咱今日讲，凡说是算做讲，敢若像山顶尾流，也是讲较偏僻的所在，也是敢若讲迄个所在哦，大家足无欣赏的地方嘛，无得讲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所在。但是这个人一个出世，你甲看改变整个世界。哦，咱上界面的，咱来看，就是咱世界历史变二等分啦。咱的主前甲主后有无？公元前、公元后，世界时间迄日期啊，主前、主后，有诶用公元前、公元后，有诶用纪元前、纪元后。咱会袂用蒋介石做中心？咱会袂用华盛顿做中心？吼，咱会袂用周恩来做中心？咱会要用即个耶稣做中心？这就是一个问题。这就是值得咱伫遐注意，值得咱伫遐知影，值得咱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讲这个人是非常特别的，伊是奇妙的主。圣经记载讲，这个人就是弥赛亚，这个人就是基督。基督这两字什么意思？各位兄弟，基督什么意思？那别样圣诞糕今天不要拿。基督这两字是什么意思？救赎者，你知不知？耶稣是咱的救赎者啦，咱的救主。所以咱定来讲救主耶稣，救主耶稣。啊，圣诞节是咧庆祝救主耶稣的降生啊！我真欢喜，真安慰。咱属灵教会没有看见圣诞老公公。圣诞老公公，我不是跟他打架，我也不是仇恨他。圣诞老公不过是一个咱中间的一份子，伊嘛是咧欢喜咧庆祝圣诞节，伊要怎样来表达上帝的疼？啊，伫圣诞节时阵，伊去做真侪好的代志。啊，真侪人则掠 Santa Claus 这个人，才变做圣诞节的象征，哇，大错特错。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，圣诞节应该把圣诞老公公赶出教会，意思不是咧讲圣诞老公公这个人歹。圣诞节教会内面，咱大家庆祝，应该主要的人，主要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啦，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伫教会，我定来甲教会讲，咱若咧写迄落用庆祝救主，庆祝救主耶稣降生，咱是咧庆祝救主耶稣降。所以咱咧报佳音，其实咱报佳音嘛是咧，互人知影讲，有一个人来出世咯，这个人真特别，这个人要享受咱平安，这个人要享受咱喜乐，这个人是什么人？这个人想接受伊，咱就会当对伊来得到什么款的救赎，得到伊所予咱的恩惠甲平安。有关圣诞节的记载，伫圣经新约圣经有两个福音书真详细记载，一个就是咱拄仔所读马太福音第2章，搁一位伫什么所在？我们考看。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，四福音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、马太、路加这两个福音书，拢有记载耶稣出世的这个过程，但是两个写有无同款的角度，所以咱若要知影耶稣出世的状况，咱去读马太福音第2章，拄啊，长老甲大家做伙读这段。搁一位同款。路加福音第2章嘛是有一段记载耶稣出世的迄个内容。耶稣出世是犹太的伯利恒，根据圣经所记载，
迄个时阵的光景，互咱真正羡慕。耶稣出世迄暗，讲有正天兵天使报佳音，报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伫旷野有各样的咧收羹，伫东方有博士，也因迢迢千里来到伫犹太伯利恒。因来到伫伯利恒，找到耶稣伫马条的马槽来朝拜伊。这个拢互咱感受到讲，迄个圣诞节迄日耶稣出世迄日哦。2000年前，迄个耶稣出世迄日哦，迄个气氛啊，迄个情景啊，是多么的安详，多么的和平的气息呀！甚至咱在过圣诞节，圣诞夜，平安夜嘛，其实这诗歌。就清楚那个人描写圣诞节就是这么安详，这是这么平安的这款的气氛的过日。各位阿姐，圣诞节救主耶稣降生，对咱有什么意义？对咱在座每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思？耶稣有出世，甲耶稣无出世，甲咱有什么关系？耶稣的出世伫圣诞节提醒咱，互咱发现着讲，这个救主耶稣出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即只我要甲咱报告几项事。第一，耶稣救主耶稣的降生的意义，道成肉体。耶稣是本来就是上帝。上帝疼世间人，毋甘咱世间人犯罪沉沦灭无，所以伊就永远的计划，伊的独生囝道成肉体临到伫世间，出世成做人的样相，毋若成做人的样相，佫是最卑微的款式，取萝卜的形状。出世伫人间，目的要创什么？目的就是要来拯救了咱，就是要成做救赎主，就是要为着咱每一个世间人来担当咱所有的罪，互咱成做有愿望，互咱成做蒙恩得救的人。所以耶稣若无出世，今仔日咱坐伫遮。咱就无这个福分，毋捌天父上帝，咱就亲像拜拜的人同款。民间真侪宗教的或者信徒，因毋捌这个主耶稣是啥，所以因悠然咧追求因的平安甲因的欢喜。但是咱信主的知影讲，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救主，信耶稣就得到平安，信耶稣就得到主上帝的施恩照顾。救主耶稣出世是道成肉体，互咱搁较明白上帝的旨意。上帝通过耶稣来完成伊永远拯救人类的计划，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显明出来。第二，救主耶稣的降生，嘛要互咱看见世界甲人的真相。咱若无拄着代志，大家拢真好。各位拄着代志，才知影这是好诶，歹诶，你知？咱朋友诚济呢吼。什么人是你上知己上好诶朋友？啥人？当然啦，咱信仰讲是耶稣啦吼。但一般伫咱生活上，你朋友100个，你上介好诶朋友吼，耶稣以外吼，你上介好诶朋友。什么款的人是上介好的朋友？当你落难的时阵，当你互关监的时阵，当你拄到叫天天袂，叫地地袂灵的时阵，伸手拉你一把，帮助你，跟你站在一起的人，迄就是咱的最好的朋友。
耶稣的出世，互咱看见世间人的败态。后来，咱对圣经马太甲路加会当看到，耶稣出世的时阵，有真侪种人。头一种是东方的博士，吼。这东方的博士，咱拢想讲博士。你若去看圣经吼，原文甲英语的圣经是写讲 WISE， 什么意思？我毋知影。什么？当嘛好的人，吼，有东方一寡头壳真好、有智慧的人、聪明的人，咱讲叫做博士啦。所以咱在座博士拢是当嘛好的，吼。讲有东方的博士，因平常时就是咧读册、咧观察，因知影未来要有一个救世主出世。吼，伫先知书嘛有记载，兼在伫古卷的顶面嘛有真明的记录，所以顺手一直研究，当因看到启明星的时候，因知影有一个救主要出世啊，有一个君王要出世，新生王要出生了。咱看见有东方的博士，后来因偷偷为遥远的路途来东方，来到伫犹太伯利。第二，咱看耶稣的出世，第二种的人就是希律王，有无？希律王真惊，新生王就出世，恐惊是要占我的王位啊！伊嘛知影有新生王要出世啊！希律王佫也真敖玩把戏，博士去问伊讲：迄个着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倒落？伊讲我嘛毋知啊，恁去找看觅，若找着再来甲我报，好让我也去拜他。咁真正要去拜伊，莫报较好啊！来甲报落伊要派人去甲抬死，你知无？犹太的希律王跟耶稣出世，咱显明伊的心是何等的惧怕。旷野的羔羊。照圣经记载，天兵报佳音、报大欢喜的好消息，因一听到，因就来归群，到伫伯利恒买调的所在来朝拜耶稣。表示今仔日有真侪人听到救主圣诞，因欢喜到伫主的面前来学乐敬拜、庆祝救主的降生。那么看到当时耶稣要出世迄日子，讲约瑟、玛利亚要做家教，无去管通好大，去找客管的头家，甲因讲啥？讲啥？无歹声扫的款啦，圣经无记载甲因讲滚蛋，无安尼讲，敢若讲旅馆无房间啊，吼，客管无所在啊。无所在要安怎？还好不错呢。这个人还佫淡薄仔慈悲的心吼，无吼后壁有一个马条啦，吼马条有一位啦。你老太太要生啊，玛利亚要生啊，是毋是到马条所在，互你安稳一下？无嘛，无鱼嘛好。玛利亚约瑟就是去马条，伫马条的所在，耶稣来出世，客管的老板。耶稣出世迄日子，圣诞节，佫一种人，就是大多数的遮个伯利恒的人，因漠不关心，因也无去注意天文地理，嘛无去注意先知书，无去读迄过去的文献古卷，遮个老人所讲的，因拢无咧关心，管伊去安怎样。什么耶稣出世，哪有这个代志？耶稣要做救世主，哪有这个事？完全甲伊拢总无关。咱要看今仔日圣诞节，真侪光景，完全亲像2000年前耶稣出世迄个时的状况。各位，真值得通过圣经的记载。佫一摆，互咱咧迎接救主圣诞的时阵，咱来发现到咱家己，我安怎样咧迎接救主圣诞？
我安怎样啊咧庆祝圣诞节？各位，你安怎样啊迎接圣诞？你安怎样啊咧庆祝救主耶稣的降生？我落去参加树林教会圣诞礼拜啊，礼拜说爱餐啊，安尼敬圣诞节。阮教会今仔日礼拜煞，在意3日礼拜煞，差不多应该估计有6、700个幼稚园、中年大学全体会友，拢去游街，庆祝耶稣圣诞，普天同庆去共借迄个立委咯、市议员要选举的迄个宣传车，大只的才会使，讲细只的无够力。就爱大只迄个战车的款的宣传车2只，头前1只，后壁1只，中央艺线歌队诗班幼稚园鼓号乐队带头要去游龙山寺毋是要竞选，嘛毋是要招生，嘛毋是要宣传，要报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佮用几千地的圣诞糕去分。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！我相信有真侪教会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庆祝圣诞。各位兄弟，我要讲，伫圣诞节咱咧庆祝，我安怎样来庆祝圣诞节？你自己怎么迎接救主圣诞？我伫遮要借着咱拄仔所读的圣经，中间一种的人，就是东方的博士。因安怎样啊？咧迎接耶稣的出世？咱真少去讲到东方的博士。若讲到东方的博士，咱讲伊有啦，带礼物来别离营来拜耶稣献伊的礼宝贝的礼物那样。但是咱知影，这东方的这智慧的人真无简单。咱要讲伊头一项，因一心一意追求真理。迄个恒心、决心真无简单，这毋是忽然间今日看到偶然发生的事情因安尼做这款的决定，因一定久久长长，因就知影伫高更圣贤人、先知书刚才因的老师拢有甲因讲，将来要一个弥赛亚要出世，要有一个救世主要来。要做人类的救主、和平的人君，因拢总知影，一直等，毋知什么时阵。所以当因发现到启明星的时阵，当因就知影讲新生王要降生了，因马上底下做一个理性的决断。各位理性的决断这是介要紧。咱真侪人，咱咧决定一项事，咱拢安尼缀人决定，也是讲无思考，无根据，想到到遐做到遐，结果拢总无意义。你看这东方的博士，经过理性的判断，第二因信心的催促，因相信书记所记的，先知书所写的。也是老师所讲的，也是过去因的经验理智的判断，绝对无毋对。信心的催促，也因做一个决心。我想这是一项真要紧，咱咧迎接救主圣诞的时阵，咱每一个兄弟姐妹伫信仰上，咱拢着爱学这个东方的博士这款迎接圣诞的这款的态度。第二，咱来看去东方的博士，因伫迄个时阵的交通无像咱今仔日要到高雄，坐高铁不2点钟就到啊。咱坐飞机真简单，但当时行动真正无方便，交通无利便，行路嘛真忝，路途嘛真远，为着要来超找这个出世救主耶稣。因无嫌路苦，盘山过岭，经过侪西沙漠旷野，兼且嘛有强盗来出现的危险。
天气热、暗时冷的即款的艰苦，有遮尔侪的因素，拢阻挡袂牢因要来到伫犹太伯利恒来朝拜耶稣的即款的决心。各位啊，这我甲恁报告，经过圣经的外典，底下记载讲，当初发现到新生王启明星新生王的这件事，为东方要出发来敲找耶稣的这 wise man， 这智慧的人，拢总有12个，拢总有12个。咱知影，拢诚有时啊，圣诞节咧讲迄个第4个博士有无吼？迄个第4个博士讲到尾啊，找伊较慢去嘛。啊，找到尾啊，家己才赶来。啊，到尾啊，找到耶稣时，耶稣已经互钉伫十字架顶，表示讲伊找30几年啊。迄是第4个博士的这个故事。但是根据经话顶记载讲，耶稣出世迄时阵，东方的博士拢总有12个，因烧酒决心要来伯利恒朝拜耶稣。但是，而且互咱看见讲，经过偌大的艰苦、决心、耐心，达到这个目的的，只有3个啊，就是圣经所记载这3个。互咱看见这博士因的这个态度，甲这个耐心是何等的无简单。第3项，互咱真感动的，就是这博士当因找到耶稣的时阵。因献上3项物件，咱大家会晓知影无？这物件好啊歹？哇，黄金，若讲到金啊，大家目睭就金。即摆金啊，一两偌济？无偌济，袂少哦。黄金钙价值，真侪人讲保值。拥有黄金最好，吼，当然黄金。东方的博士看到耶稣就拜耶稣，吼，献上上界宝贝有价值的黄金，佮献上乳香。乳香是做什么呢？咱福源教，啊，有咱更正教会，啊，是讲咱这个戒结宗的教会。咱真少咧念香啊，但是你若旧教、天主教，常常会有香吼，嘛有蜡烛。咱圣诞节叫蜡烛，普隆西亚礼拜日咱真少蜡烛，咱结婚时叫蜡烛。但是伫教会内面，这乳香真要紧，吼，乳香就是伫敬拜的时阵啊，君王啊是至圣所咧用一个真宝贝的物件。木油，咱知影以前界就知影木油是当时敷伤口的，吼，治伤的。检采无今仔日的医学较好啦，总是敢若讲迄个时阵，这木油就盖好啊啦。我会记细汉时阵啊，缀人去田里吼，啊去佚佗，啊跋倒，啊落规空，无药啊，无药要安怎？摕土吼，为伤口甲抹抹咧，吼，咱入规空啊流血哦，啊摕土甲抹抹咧。有时咱水清清咧，有人讲啊，用水甲洗洗咧，吼，啊湿布一下安尼就好。但是木药是当时对身躯医疗的工作，吼，医治的工作。互咱真特地就是讲献，这博士献上伊上界宝贝，献了后，我要问咱大家，伫圣经的顶面有搁看到博士的这行动甲技术无？没有。等于献上黄金乳香没药了后来圣经有记载讲，圣神指示因毋通搁去找希律，就为别条路倒转，因为希律存心要来伤害救主耶稣。这些博士从此消失掉了，毋是消失掉，圣经无搁提起因，吼。就无历史上无搁提起因，无任何的消息，圣经嘛无安尼。但是因所做一切，
对咱历史的记载，基督徒来讲是足深足有意义的一个影响。今仔日偌尼侪有智慧的人，因咧朝拜主耶稣，宛然亲像朴素的款式，将伊上宝贝、上价值、最有意义的物件献给耶稣。他不计较人家纪念他，伊嘛无咧在意讲以后历史大概甲你写写，落来一个感谢状给你哦，甚至讲落翕一个相哦，无，历史从来没有记载。再记载这个朴素的这个历史，所以各位兄弟，在2010年的今仔日，咱咧庆祝救主圣诞，咱看见2010年前的救主圣诞，有单纯的各样的人带羊群来拜耶稣，有旅馆的主人讲客店无所在咯。有惊王维用占据的虚荣，有东方徛落道的朴素，来朝拜献上宝贝的。搁较有一寡不闻不问，唔知什么代志拢唔知，会才表里形象的人。我要直接请问在座的每一个兄弟，你是倒一种的人？你是倒一种的人？你安怎样啊？来面对的圣诞节，有人讲我还早呢，我现在才30岁，我还有50年可以庆祝圣诞节，还有50年吗？有人讲我80啊，我大概过10多年啊，就差不多啊。好，不管你剩几年，你安怎样啊充实来迎接圣诞，来迎接圣诞。有一篇文章报道，这篇文章安尼写，讲有4个青年人，因拢20岁，哇，真有前途，真有愿望，佮优秀的青年人。因有一摆4个到银行去，因要大来发挥讲因创业，所以要甲银行借钱。银行看到因4个人身体真好条件，逐项拢够额，嘛欢喜好，要答应因每一人一笔足大笔的这个营业金钱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借恁这大笔的钱，恁的确着爱伫50年内面来还清。真简单嘛，咱要买厝贷款1000万、500万，20年，感觉讲还可以。这一大笔的钱，50年来还清，这不是困难的事情。所以看到这么大笔的钱，佮还钱的期限50年，所以这4个青年人就一口答应，非常欢喜快乐，就接受银行的条件，将这大笔钱佮贷款过来。一人贷笔这大笔的，按算50年要还。头一个青年。伊想到讲50年要还无困难。真我这大笔钱有钱无用，足戆的啊！所以按算讲要用25年的时间，来好好的玩一玩，好好用这经费一部分，来去游省的来开用来用。后来25年。我再来努力打拼，真简单嘛！25年总欠一寡应该有啊，再来还。这个头一个青年人安尼拍算，结果呢，伊活到70岁，20岁去借钱活到70岁，还是一事无成。伊死去的时阵，负债累累。这个青年人的名叫做什么？叫做懒惰。第二个青年人，同款伊用25年、50年贷款要还，伊甲伊颠倒饼，伊用25年拍拼工作，要紧来将这大笔钱先甲还了。50岁时阵，30年50岁时阵，
伊行清楚所有的大50年通行，伊30年就行了了啊！哦，伊伫行了迄天非常的欢喜，却在那一天累倒了。不久，这人就一命呜呼哀哉。伊的骨灰甕在这个阿爸的顶面刻一排字细细啊字，伊的名叫做狂热，工作狂啦。今仔嘛有真侪即款狂热的人呢，吼，将事业工作第一，某囝亲情所有的生活排第二。我毋是讲毋好，工作看做比死命搁较重要。当伊趁着世界的时阵，得到金钱的时阵，伊丧失了伊的健康。这个第二个青年人就是安尼，所以伊的骨灰甕一个牌仔顶面写伊的名，讲做狂热。第三个青年任劳任怨，呀，到70岁的时阵，呀，伊确实果然行清了所有的债务，但是无经过几日，伊也不省人事，伊嘛过身去，70岁嘛过身去，照过来啊，伊死去，伫通知书的顶面写伊的名，伊的名或者讲执着啦，就是逐项就照安尼照规矩来啦，啊，就死板板啦，啊，这就这，那，啊，有影啦，钱嘛行了啊，啊，行了，性命嘛结束啊，就照安尼执着。第四个青年人，工作40年，伫伊60岁时阵，伊还清所有的债务。伫伊生命最后的几年，也伊去做一个全世界的旅游，到地球各所在真侪国家拢去佚佗。啊，到佚佗的所在，伊拢总有到此一游。啊，做伊上爱做的这个事的这款的态度。啊，70岁时阵，这个人满面笑容，满足欢喜，同款70岁离开世间。到今仔日，大家拢会记得伊的名。这个人，这个青年人，伊的名叫做丰盛有意义的人生。丰盛有意义的人生。各位，这本册，伊的册名叫做《一定感动你的小故事》。这本册，这个册咧甲咱讲什么？咧甲咱讲，当年贷款了这4个青年人的迄个银行啊，就是生命的银行。今仔日哦，生命的银行嘛，拢贷款互咱呢。互你真济物件，互你哦，啊，你几十年你都爱还哦，啊，你是要想第一种的呢，先算算的再来做呢，无要紧啦，少年无算就无彩啦，啊，老再来拼一个再，啊，死就煞吼，啊，是要第二种的，先行拼的，啊，尾啊再来快乐，等下要快乐的时阵，啊，身体就拍歹去啊，啊，是要第三种，啊，就安尼。好啦，拢啊照逐项，啊，人生拢无啥物意思，啊，就安尼刻板矮板安尼。也是要第4种的人，哇，伊伫遐共款认真做工，啊，做到一段落，啊，伊就去世界去游，去做一寡有意义的工作。这本册咧甲咱讲去，当年贷款了这4个青年人的迄个银行，迄间银行就是生命的银行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上帝共款赏赐咱不少的恩赐才能，这就是上帝贷款予你。你要安怎样啊？好好来使用上帝贷款予你这物件。你要安怎好好来使用？你唔用嘛会使，你要好好来用嘛会使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我巴不得咱每一个在座的兄弟姊妹会当把握机会，迎接这位救主耶稣的降生，到处报扬，将这个好的消息来传开，
咱本身来体会到好消息的好处。诚然，亲像《路加福音》第2章14节讲，伫至关的位阳光归伫上帝，伫地面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。各位学者，咱安怎样来迎接圣诞节？请你来到主耶稣的马座前，请你献上你宝贝的所有一切。你会发现到上帝的祝福、平安，要搁较济伫你的身上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堂的天父，满心感谢，庆祝救主圣诞的这个时刻，阮围垒伫你的面前，用诗歌学乐敬拜服侍。主，你听阮找见独生圣囝耶稣基督，道成肉体，诚侪人的样相，做阮赎罪者，救赎阮。阮感恩，阮伫你的面前每一时刻无限感谢，特别伫救主圣诞的时刻，阮要搁较欢喜，将这大欢喜的好消息来报扬，互搁较侪人，甲阮同受主上帝你所赏赐的福分。感谢你听阮，差派阮，恩待阮。你无毋是要爱阮，诚侪你的同工，甲主上帝你三角，将上帝你的疼，搁较侪人来知，三角有分，三角来领受。主赐福分馈力伫阮每一个兄弟，搁一摆迎接救主圣诞，用欢喜感谢的心以外，明白圣诞的意义，阮着搁怎样积极来过一个有意义